菜花呀，你好喂，快进来。来呀来呀！啊，啊，你这个介绍了，陪着美女的呢。那我叫啥来呀啦？叫啥的啊？你讲一下。再见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好大喂？阿英，阿你安怎跟你吵？是好大喂你。无啦，阿姐无安那啦。那无安那哩，你那爸个你个名个是？无啦，阿姐。安那你嘴讲？哎呀，你囡仔个定安尼哩，啊是哪代志你还别讲，啊人毋是你读册，人去读几啊个，你个还袂记个哩？我爸伊讲无你通甲教学。是人啊，无你通考学会咧，睇下你阿个坐在我厝阿爸。好。到底啊！你我。来做，入来。你迄是安那个囡仔个硬口讲你无你通去教学会啊？啊好，我嘛无啊哩，啊一年等一个家庭，我要考我一个尔，我事实我都无啊哩，啊只能三分叫伊去做工尔哩。你较无你也讲出来啊！你讲这个话，你一点责任心也无，那叫囡仔去做工咧。你较无你嘛落去读册，亲情5月，这这边啊招者嘛落去读啊，所以讲叫伊去做工。唉，你讲的遮简单啊，我即个月去中死学啊，行到人门口咧，人门关到袂去啊。这你也袂使怪别人啦，啊，这种年冬是毋是费用摆高遐大咧？你啊，囡仔的经理加看看咧，我个脱产的考牌未拄好咧，400-500块，我带伊来去报名，看看咧。不来呀，爸。啊？来。你真正不一样，啊，咱看真来啊，不要犯啲，这我是不一样。哦，好啦，袂要紧啦，不要这个买来先互解读。哎，来，来报名。哎呀，这个买我这个摕好势吼。好啦，阿姐。好啊，这哦，免讲话真甜，该食就去食，啊，赶紧去报名，啊，加班呢，哦。哎呀，较白吼，注意安全吼。好嘛，啊因为爸甲无甲斗看，你拄爱在哩。我还未清楚，是人一家代的。啊，太坏啊！你两个死人啊，咱无位通买哪啊贵啊？爸，紧啦，行，转来这回。这样呀，好。